为着四线。迄天下晡的雨，甲我的锁匙圈仔淋甲湿漉漉，毋过嘛拄啊好通甲洗洗咧。即个锁匙圈仔是2019年、2020年迄时，台中大专中心伫毕业礼拜送互毕业生的纪念品。毋知影有偌济人咧挂，我私自摕着就挂甲干，即马已经无解清气啊。前一阵仔草刊咧写关系家己性命的见证，迄阵写着台大迄4档，敢若用几句话。我讲，迄4档大大开阔我的眼界，互我伫面对挑战也是艰难的时，通徛在袂倒闪。毋过其实迄4档全然毋若安尼。拄好最近大专界有出真大的风波，我想这颠倒是一个回顾家己的性命，甚至是检讨一寡体制的机会。无，就来讲看卖我大学迄4档伫大专的经验好啊。其实转来台北了后，大专原来是有咧参加，只是无法度像迄阵伫台中遐尼投入。毋过我还是会期待逐摆中青团契的聚会，伫遐，逐人会当真自在地分享家己对圣经、对议题的观察也是见解。每一个踮遐的人拢是安尼，照家己性命的经验去读、去感受，然后分享，搁来对话，结出新的观念甲想法。这是一个有机的群体，无论规模是大还细。若是即阵踮大专服侍的牧者，努力互所有伫咧这个群体羊群通受尊重，伫分享的时阵袂受阻挡，袂去烦恼家己所讲的有正确无、有问题无。因为所有来到遮的人，心头拢是有寡疑问想要透的。可我嘛清楚知影，来到遮是为着互阮通向所追求的标搁进前一步。这个旅途要算小明明是真恶，甚至是无法度。毋过落尾，当毕业要四线迄点，阮拢会得到比伫起头所追求的搁较丰盛的稳定离开，转去到家己的家乡，也是去到新的所在，面对新的挑战。阮自责是为着四线，就若像我转去南门，以及坐四线到各地的中青人。